一般而言呀，在平日里大家常常会提到一种情况，那就是移民成功并且顺利抵达美国了。而实际上呢，要是严格的去界定、去说明的话呀，这种所谓的移民成功抵达美国，确切的含义呢，就是获得了美国绿卡哦。在这里呀，有一点我们务必要非常清晰、明明白白的去明确哦，那就是当一个人拿到了美国绿卡之后呀，可千万不能误以为这个人就一下子变成了拥有美国国籍的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了呀。事实上呢，这个人依旧还是手里拿着中国护照的中国人呀，只不过是在美国拥有了能够长期且永久居留的相应权利罢了。哦，对于这一点呀，大家可一定要分辨得清清楚楚的呀，不能有丝毫的混淆呢。有不少人在把美国绿卡办理好之后呀，往往就会做出一个决定，然后选择在美国长期的生活下去了呀。随着时间就像潺潺流水一般，一点一点的慢慢流逝，日子也是一天接着一天的过去了呀。等到了后面相对比较靠后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呢，这些人的生活重心呀，通常就会如同缓缓流淌的溪水一般，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就转移到美国这边来了哦。而恰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定阶段呀，人们一般来说呀，就会面临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关乎自身发展方向的抉择方面的问题呢。这个特别重要的抉择呀，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不同的方面哦，每一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慎重对待呢。首先呢，就是需要静下心来去慎重的考虑一下呀，要不要通过相关的一系列颇为复杂的流程以及必不可少的手续，进而顺利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呀。其次呢，就是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呀，是不是要继续维持现有的绿卡身份呢？毕竟这也是一种已经获得的身份状态呀。还有一点呀，也是非常关键，不容忽视的哦。那就是要去仔仔细细、详详尽尽地了解一下这两种身份之间呀，到底都存在着哪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区别呀？要知道呀，对于这些存在的差异进行认认真真、细致入微且深入透彻的了解。这对于人们去做出那种能够完美契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同时又非常符合整个家庭状况的决策而言呀，那可是起着无比重要、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呢，真的是相当关键呀，关乎着未来生活的诸多方面呢。接下来啊，咱们就非常具体详细的说一说美国公民和绿卡之间到底都存在着哪些区别吧，也好让大家对此有更为清晰全面的认识呀。咱们先来说说绿卡哦。绿卡呀，其实就是美国授予外国公民的一种有着特殊意义、可以长期且永久居住的居民身份呀。它自身有着特定的内涵、含义以及相应的性质呢。对于那些持有绿卡的人来说呀，他们在美国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拥有长期居住的权利的哦，这一点是明明白白毋庸置疑的呀，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是既定的事实呢。不过呢，在这里啊，需要着重强调一下，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哦，那就是在拥有这个长期居住权利的同时呀，绿卡其实也附带着一定的限制条件呢，可不是说只要持有绿卡了就能够毫无约束、随心所欲的去做任何事情了呀，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哦。而且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情况需要大家知晓哦，如果绿卡持有者没有及时的去对绿卡进行更换的话呢，那么是很有可能会导致绿卡的持有人失去合法的居留身份的呀，这后果可是相当严重的，工作等各方面都带来极大的不便呀。所以在这方面呀，大家可得多多留意，时刻放在心上，多上点心哦，千万不能马虎大意呀。而公民呢，他们是拥有美国国籍的呀，凭借着这个美国国籍呀，他们在美国能够享受到非常全面、方方面面都涵盖到的权利哦。这些权利几乎涉及到生活、工作、学习等各个领域呀，并且呀，这种公民身份是永远都不会出现过期的情况的呀。相对来说呀，是比较稳定可靠的，就像一座坚固的大厦一样，让人心里很踏实呢。当然了，公民身份虽然有着诸多特别明显、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优势，但是呢，也附带着一些绿卡身份所没有的额外义务哦。这也是需要大家清楚知道、心里有数的一点呀，不能只看到好处而忽略了相应的责任呀。通常情况下呀，美国公民身份一般是通过像出生血缘关系或者是按照规划进行入籍等这样的一些既定的方式来获得的呀。获取的途径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大家可以有所了解哦。咱们再来更加深入、更加细致的讲讲美国绿卡身份所具备的那些优点吧。
这样做呀，也好让大家对绿卡身份有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呀，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它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呢。首先呢，绿卡身份意味着拥有美国永久居住权呀。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呀，就是说只要持有绿卡的人呀，就可以长期稳定地在美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活下去呢，完全不用担心居住时间方面会受到什么限制呀，能够安安心心的在这里开展自己的生活，不管是工作也好，学习爱吃木瓜的老年朋友们，请您一定要阻碍呢。这对于那些想要在美国长期发展、扎根的人来说呀，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条件呀，就像是盖房子需要稳固的地基一样重要呢。其次呀，绿卡身份还具备帮助家人移民的功能哦，这一点也是很实用、很有价值的呢。具体来讲呀，绿卡身份是可以帮助配偶和子女去申请移民到美国的呀。对于那些心心念念希望家人能够团聚在美国，大家一起共享生活、相互陪伴的人来说呀，这无疑是一个挺重要、挺便利的条件呢，能够让亲人之间不用分隔两地，不用饱受思念之苦，而是可以相聚在美国，共同营造美好的生活呢。想想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呀。再者呢，在合法工作方面呀，绿卡身份也是有着一定优势的哦。除了那些个别和政府部门以及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工作之外呀，绿卡持有者是可以和美国公民一样，在美国从事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职业的呀。他们可以凭借自己所掌握的专业技能、具备的知识水平以及自身的工作能力等等呀，去获取相应的工作机会。然后通过辛勤工作来赚取收入，以此来维持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呀。在就业方面的选择范围还是比较宽泛的呢，不像有些身份受限的人那样选择余地那么小呀。还有呀，在教育福利方面，绿卡持有者也是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哦。要知道呀，国际学生在美国上学的话呀，往往是需要支付数额非常高昂的学费的呢。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呀。绿卡持有者就不用支付这么高额的国际学生学费了呀，这一下子就能节省下一大笔开支呢。而且呀，他们还可以去申请政府所提供的助学金呢。这对于那些有求学需求、怀揣着继续深造梦想的人来说呀，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呀，能够让他们在追求学业梦想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顺畅，不会因为经济原因而受阻呢。另外呢，在社会福利方面啊，绿卡持有者同样可以享受到政府所提供的大部分的社会福利哦。这些社会福利涵盖了生活的诸多方面呀，比如说医疗保障方面呀，能够在生病的时候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让人们可以看得起病；还有养老保障方面呀，能让人们在年老的时候生活有所依靠等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的生活提供相应的保障，让他们的生活可以更加安稳、舒适一些呢。不用担心遇到一些突发情况而手足无措呀。最后呀，在申请入籍方面，绿卡身份也有着相应的便利之处哦。具体来说呀，就是在满足了特定的一些条件之后呢，绿卡持有者是可以去申请按照规划进行入籍的，进而能够成为美国公民呢，有可能实现的途径哦。就好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种身份的大门一样，给他们提供了改变身份的机会呢，让他们有机会去选择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呀。当然了，美国绿卡身份也并非是完美无缺、毫无瑕疵的呀，它同样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哦。这些缺点我们也得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呀，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权衡利弊呀。一方面呢，是在居留时间限制方面存在问题哦。绿卡持有者如果离开美国的时间太久了呀，那就有可能会失去绿卡身份呢。这就要求绿卡持有者在安排自己的出境行程呀，或者是在国外停留时间等情况的时候呢，都要格外留意，时刻关注离境的时长，不能随心所欲的长时间离开美国呀，不然的话呀，就很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绿卡的持有情况了呀。所以在这方面对他们出行的自由度是有一定限制作用的呢，不像美国公民那样可以自由的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和行程呀，这一点大家可得注意哦。另一方面呢，是绿卡需要更新的问题哦。临时绿卡，也就是我们平常经常提到的2年绿卡呀，它的有效期只有短短2年哦，在到期之前呀是需要去更换成永久绿卡的呢。而永久绿卡呢，虽然有效期相对来说长一些，是10年呀，但是呢，
在它过期之前，同样也得及时去进行更换呀。只有这样才能继续保持合法的身份呢。要是一时疏忽忘记了去更新绿卡的话呀，那可就麻烦大了呢，很有可能就会失去合法居留的权利了呀。所以在这方面可得时刻记得按巧的了。所以在这方面可得时刻记着按照要求去完成更新的流程呀。还有呀，在驱逐出境的风险方面，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哦。如果绿卡持有者在美国犯了比较严重的罪行呀，那是有可能会被驱逐出境的呢，甚至还会被禁止将来再次入境美国哦。所以这就要求绿卡持有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呀，在自己的行为举止方面都得严格遵守美国的法律法规呀，不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呀，自己辛苦得来的绿卡身份就没了呀。还可能再也进不了美国了呢。此外呢，在亲属移民限制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哦。绿卡持有者在帮助配偶和子女申请移民的时候呀，是需要等待排期的呢，并且呀，他们没办法帮父母和兄弟姐妹去办理亲属移民呀。这和美国公民在亲属移民方面所拥有的权限相比呀，在亲属移民的范围上就显得比较狭窄了。更便捷地帮助亲属移民到美国呢，这对于那些希望全家老小都能移民团聚的人来说呀，确实是个挺遗憾的事儿呀。美国公民除了拥有所有绿卡所具备的权利之外呀，还享有一些额外的特权呢。咱们接下来就一项一项的详细了解一下吧，也好更清楚地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呀。首先呢，在获得美国护照方面呀，美国公民是可以凭借美国护照自由地出入美国的哦，哪怕是长期在国外生活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呀，出行是非常方便的呢，就好像手里拿着一把万能钥匙一样，可以随时随地开启回国的大门呀。而且呀，他们拿着美国护照还能够免签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去旅行的，享有多达180多个邦交国的免签待遇呀，这在出国旅行、开展国际交流等方面可就太便利了呀。不用像其他人那样去办理繁琐的、让人头疼的签证手续呢，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呀。而绿卡持有者要是持原住国护照去旅行的话呀，那就得按照原国籍的相关规定去进行签证申请了呀。相对来说就要麻烦很多，没有那么方便了呢，得准备各种材料，还得等待审核。其次呀，在不用担心身份问题方面呀，公民因为拥有美国国籍呀，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身份会过期，或者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而被迫离开美国呀，也不会出现被驱逐出境的情况呢。身份是比较稳定、有保障的哦，就像住在一个永远不会被拆迁的房子里一样，心里特别踏实呢。而绿卡持有者要是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呀，那就会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呢。这一点和公民身份一对比呀，差别就很明显了呢。绿卡持有者在这方面确实存在着风险呀，得时刻小心谨慎呀，不然一不小心就可能失去在美国生活的资格了呢。再者呢，在亲属移民便利方面呀，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像配偶呀、21周岁以下未婚子女呀，还有父母等等呀，是可以为自己未满18岁的孩子申请公民身份的呢。而且呀，他们还可以不用排期去申请移民签证呢，并且能够帮助成年子女、已婚子女以及兄弟姐妹去申请移民美国。申请绿卡呢，在亲属移民方面的权限是非常大的呀，能够让亲属更便捷的移民到美国来团聚呢。对于那些重视家庭团聚的人来说呀，这真的是一项非常好的福利呀。而绿卡持有者呢，就只能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申请绿卡呀，没办法，为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申请移民呀，在亲属移民的权限上明显要小很多呢，对比起来差距还是挺显著的呢。看着别人能轻松帮家人移民，自己却受限，心里难免会有些失落呀。还有呀，在全面社会福利方面呀，美国公民可以享受到美国政府所提供的所有社会福利哦，并且在享受这些社会福利的时候呀，不用担心申请社会福利会对自己以及家人的移民身份产生什么影响呢？能够毫无顾虑的去享受各种福利呢，就像在一个安全的港湾里可以尽情享受各种保障一样呀。而且呀，美国公民是有权获得政府颁发的助学金的呀，这一点绿卡持有者是没办法享有的哦。在福利享受方面，公民身份有着明显优势呢，这也使得公民在生活的保障和支持方面更加全面呀。另外呢，在外交保护方面，
美国公民如果在外国遇到了困难或者是麻烦事呀，是可以向美国大使馆或者是领事馆去寻求帮助的呀。能够得到相应的外交保护呢，在国外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呀，就好像有了一个坚强的后盾一样，是有依靠的呀。这也是公民身份所带来的一项重要保障呢，让人在异国他乡也能多一份安心呀。再就是呀，在有资格成为公职人员方面呀，美国公民可以去竞选公职呀，拥有代表公众的机会呢，能够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去呀，去为大众发声，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呢。要知道呀，许多比较敏感的部门以及关键的职位，比如说政府单位呀、军队、国防、外交、高科技和核心实验室等等这些地方呀，基本上都是只有公民才有资格进入的呀，而绿卡持有者是没办法进入这些岗位工作的呀。这些工作往往还提供着非常优越的待遇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退休金呢。可绿卡持有者就是没办法在联邦就业呀，确实挺遗憾的呢。看着那些好的工作机会，却没办法争取，只能望而却步呀。还有呀，在身份的稳定性方面呀，美国公民身份是永久的，没有期限的限制。不用担心身份会到期之类的问题呀，相对来说是非常稳定可靠的呢，就像一棵永远不会枯萎的大树一样，稳稳的扎根在那里呀。而永久绿卡呢，有效期是10年呀，10年之后就需要去更新了呀。这在身份的稳定性和长久性方面一对比呀，公民身份就更具优势了呢。不用频繁的去处理身份更新的事情呀，省心又省力呀。另外呢，在出境旅行的自由度方面呀，美国公民可以无限期的出境旅行呀，不用担心会失去公民身份呢。出行是比较自由的呀，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呀。绿卡持有者要是离境1年的话呀，那就需要去申请回美证了呀，不然可能就没办法顺利返回美国了呢。在这方面，公民身份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呀。绿卡持有者在出境旅行时相对要受到更多限制呢，得提前规划好行程，还得操心回美证的申请问题呀。还有呀，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方面呀，美国公民是可以参加地方和联邦政府所举办的各类选举的呀，能够通过投票等方式去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呀。为自己所关心的事物发声呢，能够参与到民主政治当中去啊，这也是公民身份所特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呢，让公民可以在政治生活中有自己的话语权。不过呀，美国公民身份也并非是完全没有缺点的哦，它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呢，这些也得让大家了解清楚呀。比如说呀，要放弃原国籍，这一点呀，虽然美国是承认多重国籍的呀，但是咱们中国可不承认双国籍呢。要是您原本是中国公民的话呀，那么加入美国国籍可就代表着您得放弃自己的中国国籍了呀。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呀，确实是个挺难抉择的事儿呢。毕竟中国国籍也有着诸多的意义和价值呀，承载着深厚的情感、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联系啊。放弃了还是挺舍不得的呢，就好像要割舍掉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一样难受呀。还有就是陪审团义务 jury duty 方面呀，如果您被选中了呀，那您可能就需要履行相应的义务，作为陪审员去参加法律诉讼审判呢。不过这其实也算不上是纯粹的缺点了，反而可以说是融入美国社会、参与社会事务的一种权利和义务的体现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呀，能让自己更好的融入当地的法治环境呀。另外呀，美国公民回中国的话呀，是需要办理中国签证的呀，而且签证还有有效期的限制呢。要是想回中国工作的话呀，还需要申请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呢，相对来说还是挺麻烦的呢。不像绿卡持有者回中国探亲或者工作呀，就不受中国这方面的限制了呀。在往来中国的便利性上，绿卡持有者反而更有优势呢。无论是美国公民还是绿卡持有者呀，都必须履行一些责任和义务啊。这一点大家可一定要牢牢记住呀，不能有丝毫的忽视呢。首先来说呀，在纳税义务方面呢，每年都需要认认真真的申报在美国以及海外的所有收入情况呀，要做到如实详尽的进行申报，并且要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去缴纳对应的税款呀。这是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应尽的纳税责任呢，绝对不可以想着去逃避呀，必须得依法依规去履行纳税义务啊，不然的话呀，就可能会面临一些法律方面的惩处呢，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呀。其次呢，在兵役登记方面呀，年龄在18岁至25岁之间的男性呀，是需要去注册美国兵役登记 Selective Service 的呀。
这同样也是必须要遵守的规定哦，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啊，要按照相应的要求去完成好这一登记工作呀。要是没有按规定去做的话呀，从这些方方面面综合起来去看呀，美国公民相比于美国绿卡持有者呀，确实是享有更全面、更充分的权利呢。这一点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呀。就好像摆在眼前的事实一样清晰呢。既然有机会能够拿到美国国籍这样的永久身份呀，那为什么还有人选择拿绿卡呢？这背后呀，其实是有着各种各样复杂多样的原因的呀。每个人的考量因素都不尽相同呢。下面呀，咱们就来看看部分网民朋友们所留下的留言和观点吧。通过这些呀，也能从中了解到大家不同的想法和心里的那些考量了。第一个留言说呀，中国护照免签，国的质量和数量比较低啊，这可是客观存在的，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呢。每次当朋友热情地招呼着一起出去，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时候呀，就因为自己手里拿着的是这本中国护照的缘故呀，没办法那么随性，那么洒脱的出发呀，感觉就好像是被朋友们给抛弃了一样呢，心里别提多失落了呀。所以呀，就挺想换个身份，让出行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些啊。这确实也是很多人内心深处会有的一种想法呢。毕竟大家都向往那种能够自由自在、毫无阻碍的去世界各地游玩的生活呀。第二个留言提到呀，入了美国国籍之后呀，回中国办什么事儿都挺不方便的呀。不管是办理各种手续也好，还是去申请签证之类的呀，都得费不少的周折，感觉特别麻烦的。这实实在在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啊。也正是因为这样呀，让一些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呀，就会有所顾虑，得好好的权衡一下利弊了呀。第三位网友说呀，每次只要一想到这个事儿呀，就觉得台湾人好像真的是把好处都占尽了呢。他们可以同时持有2本护照呀，而且还能办台胞证呀，凭借着这些呀，在全世界通行那基本上都没什么阻碍呀，特别顺畅的。去别的地方的时候呀，就用美国护照；入境国内的时候呀，就用台胞证呀。同时呀，还能享受台湾那边免费的医疗呢。从来都不需要去办签证这种繁琐的事儿呀，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呀！感觉咱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就只能2选1了呀，挺无奈的呢。不过呀，这种情况也是比较特殊的呀。另外一个网友留言说呀，去欧洲旅游不用州不会出什么岔子呀，而公民的总不会驱逐区击打，咱们搭在自己走国真，咱们讲是让人心里不太踏实呀。老是怕不小心不过了把夫俩，偶是怕不小心犯点什么插手，一直存在的一种，但毕竟还是有那个万一样，让人时不时的就得惦记的这件事哦。而且啊，美国公民保留中国户籍、保留中国资产的也挺多的吧？感觉好像也能两头兼顾似的呢。不过呀，这里面其实也是有着相应的规定和潜在风险的呀，并不是说可以毫无顾忌的去这么做呀，还是得按照相关要求来办事儿呢。还有一个人留言说呀，有一个朋友因为在国内待的时间太久了呀，结果被约谈呀，最后被迫放弃了绿卡呢。不过呀，她老公还是公民身份呐，要是打算长期在美国生活的话呀，还是建议入美籍比较好呀，毕竟能获得宝贵的投票权呀。能够充分的参与到民主生活当中去呀，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呀，真正的为自己的家庭以及族裔去发声、去贡献力量的。要是纯拿绿卡的话呀，那毕竟还是外国人呀，虽然也交税了呀，但是却没办法投票选总统、选议员呀，感觉权利和义务不太对等的。从长远来看呀，那绝对是挺亏的呢。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很多人都会有的观点呀。大家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呀，往往也会从这方面去权衡一下呢。美国绿卡与公民身份之所以难抉择呀，其实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利益方面的考量呢。很多人之所以不想放弃中国国籍呀，其实呀，主要就是因为在中国国内还有不少的收入来源呐，比如说退休金啊，那可是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积累下来的生活保障呀，还有房产呀，那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呀。以及债券等等这些资产呀，这些收入和资产可能就需要按照美国的税法进行申报和纳税了呀。这对于一些人来说呀，那可就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和损失呢。谁也不想平白无故的多支出这么一笔钱呀。毕竟大家都希望能够在享受美国生活的同时呀，也能保留在中国的各项利益和便利呀。所以呀，就会陷入到两难的选择之中呀。
左右为难，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呢？对于那些希望保留绿卡身份的人来说呀，其实也有不少值得去考虑的理由哦。保留绿卡身份最大的好处之一啊，就是可以继续持有中国国籍啊，这样一来啊，在中国的生活、工作、投资等各个方面都会更加便利啊，不用担心因为国籍变更而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和麻烦事儿呢。比如说呀，在中国买房的时候呀，凭借中国国籍就可以按照正常的流程去办理，不会受到额外的政策限制呀。办理银行业务的时候呀，也能更加顺畅，不会有一些因为外籍身份而产生的复杂手续呀。享受社保、医疗等福利时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呀。中国国籍会让这些事情变得简单很多呢，就像走在一条平坦宽阔的大道上一样轻松自在呀。同时呀，保留绿卡身份也意味着你依然可以自由进出美国呀，享受在美国工作、学习、生活的权利呀。不需要像外国游客那样去申请签证呀，也不用担心签证被拒的问题啊。只要拿着绿卡就能顺利的进入美国境内呢。这种便利性尤其重要呀，既能照顾国内的事务有两一样呀。这种便利性尤其重要呀，既能照顾国内的事务，又能充分的享受美国那边的生活和发展机会呀。在家庭方面呀，绿卡身份也能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提供移民的机会呀。虽然需要等待排期呀，但是相比那些完全没有身份的人来说呀，这已经是非常大的优势了呀。而且呀，绿卡持有者的子女在美国出生后呀，可以自动获得美国国籍呀，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呀，也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呢。想着子女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所以这也是很多家庭看重的一点哦。不过呀，保留绿卡身份也并非是毫无顾虑、一帆风顺的呀。它也存在着一些让人头疼的问题呢。最让人担心的呀，就是离境时间的限制了呀。如果因为工作或者家庭等原因呀，需要长期待在中国呀，就有可能面临失去绿卡的风险呀。虽然可以申请回美证来延长离境时间呀，但是呀，这也需要提前规划和办理呀，得准备各种材料呀，还得按照要求去走流程呀，这无疑就增加了不少麻烦事儿呢。就好像原本平坦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些绊脚石一样呀。另外呀，绿卡需要定期更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呀。无论是2年的临时绿卡，还是10年的永久绿卡呀，到期前都必须及时申请更换呀，否则呀就会失去合法身份呀。这对于一些经常忘记重要日期的人来说呀，那可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呀。一不小心就可能因为疏忽而导致自己陷入到很被动的局面当中呀，让人心里总是不踏实呀。一不小心就可能一码屎呀。在社会福利方面呀，绿卡持有者虽然可以享受大部分美国福利呀，但是和公民相比呀，还是存在着一些差距的呀。比如在申请某些政府补贴、助学金时呀，可能会受到限制呀，没办法像公民那样顺利的获取这些福利呀。而且呀，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呀，无法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呀。这对于一些希望深度融入美国社会的人来说呀，可能就会觉得有所欠缺呀，好像自己始终没办法真正的成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一样呀。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呀，绿卡持有者在美国生活时呀，必须更加严格的遵守美国的法律法规呀。一旦涉及严重犯罪呀，不仅可能失去绿卡身份呀，甚至永久禁止入境呀，这比美国公民面临的风险要大得多呀。所以呀，在日常生活中呀，一定要时时刻刻谨慎行事呀，就像走在钢丝上一样，容不得半点马虎呀。总的来说呀，保留绿卡身份和加入美国国籍各有各的优势和不足呀。选择哪种身份，更多的是基于个人和家庭的实际情况来考虑的呀。无论做出哪种选择呀，都需要充分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政策变化呀，要把方方面面的因素都考虑周全了呀，这样才能做出最适合家人未来的生活走向呀。是一件最关系到自己和家人未来的生活走向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今天咱们要着重讲述的内容呀，就是会从全方位的角度、深层次的层面呀，去详细的分析绿卡身份和公民身份这二者之间存在的各种区别呢。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啊，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更清楚的知晓不同身份各自所具备的优点以及缺点到底都有哪些哦。要是您对这一类的话题比较感兴趣呀，觉得挺有意思的话呢，还麻烦您订阅一下这个频道哦，并且呀，按下旁边的那个小铃铛呀，
这样一来呢，一旦有这方面最新的消息出现了呀，您就能及时、迅速的收到了，就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内容了呀。